我相信。大家好，今天咱们又做一个牛瘪火锅吃啊，用这个牛肉来跟这个牛瘪一起做啊。这是我们贵州黔东南这边的特色菜啊，特别的好吃的。现在开始做，现在把这个油倒进去啊，这是自己家种的油啊，少倒点，还没娶老婆呢，要省一点。把辣椒啊、大蒜啊、姜啊放进去啊，我们贵州这边喜欢吃辣椒，多放点辣椒啊。给它搅拌一下啊，这样它才香，才好吃。现在把这个牛肉放进去了啊，牛肉多放点，好吃一点。放点盐巴，盐巴少放一点还好吃。再放点酱油。好了，可以了。来搅拌一下，然后现在把这个牛瘪放进去了啊，这道菜的灵魂就全靠这个牛瘪了啊。牛瘪给它倒进来啊，这道菜没有这个牛瘪都不好吃的。给它过滤一下啊，挤一挤啊，太香了啊！过滤好了啊，剩下这个渣就不要啊，这渣放到旁边去啊。这道菜啊，在我们当地是很受欢迎的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，大家别嫌弃啊。哇，现在已经煮熟了，把这个特色香料给它放进去啊，多放点啊，香一点，多吃2碗饭。哇，那个味道已经慢慢的出来了。OK 了，这样就可以出锅开吃了。现在已经熟了啊，开吃了。哇，闻起来都是香的。来，老妈吃一个，不吃我自己吃。特别好吃，那个牛瘪的味道全部进去了，特别的香。太好吃了。特别好吃。记得给我点个小爱心，谢谢。有时间来我家，我做给你们吃，太好吃了。喝点牛瘪汤，啊，一个字，舒服。我相信。